魚人參黨參的秘密。魚人參嘅黨參產自甘肅，係當地嘅道地藥材，摸落比較硬身同乾爽，冇添加硫磺，聞落冇酸味。我哋會將驢頭同黨參味去除，只保留黨參最好嘅部分，食落亦都清甜冇渣。坊間嘅黨參一般都係比較軟身嘅，咁即係代表佢裏面嘅水分比較多，通常都伴隨住更多嘅硫磺殘留物，聞起上嚟會有硫磺嘅酸臭味。而且坊間嘅黨參通常連埋黨參頭，所以望落外形較為長身。黨參頭又稱為驢頭。古今嘅研究指出，呢個部分嘅營養價值低，食落有渣，而且容易藏有害蟲。長唔一定代表品質好。魚人參嘅藥材每批都經過仔細檢驗，確保藥材嘅品質安全。想揀優質有保證嘅黨參泡茶煲湯，記住嚟魚人參買啦。